来到生化小新野遮，有一个草莓园已经是民众甲游客真熟悉的所在。毕竟野遮伫遮经营已经有30年，经过多年的改良，适应台南的气候，特别今年无啥落雨，所以品质甲甜度拢真赞，产量一分地卖到2-3千公斤。公司10年前就积极协助野遮行销，今年的产业文化活动，市长吴伟铁甲一个贵宾嘛拢到场到宣传。宣布对元宵节开始，邀请游客2礼拜连续假期拢来盛化采草莓、领草莓牛年。我们现在有善化草莓，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讲说善化小心草莓，小心拼大福，一定是拼得过的哈。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善化草莓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品质，能够有更多的好朋友知道。我们希望说能够打开更多的善化草莓的知名度，尤其草莓的制品很多，不仅可以做成大福，也可以做成这个草莓牛奶，都是非常适宜的。所以冬天夏天都适宜这个善化的草莓绝对是远近驰名，也希望说大家更多朋友一起知道，都能够来爱用。借这个机会，能够呼吁一些乡亲父老、外地游客买草莓不用跑到北部什么大湖了，来我们善化。大家都知道说有北大湖、南善化那也在此呼吁乡亲父老在外地的游客能够借这个228离天假日来善化走一走。在此祝福大家，今天是元宵节那个新春愉快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台南的草莓经过多年推广，已经有北大湖、南盛华的称号。根据消费者反映，咱的品质搁比北部较好。也遮嘛陆续开发草莓大福等系列产品，相当丰富。甚至第2代业者搁加入科技化的管理，要持续拍开草莓故乡的盛华康棒。大概伫过年了，温度有较烧热的时阵，所以即摆产量规个大量生产，所以即摆到4月份，阮估计到4月份应该拢有真侪草莓通好办。尤其是即个228的年假，欢迎大家来生活采草莓。伫即个活动期间，打卡的话有送迄个提灯，这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业者表示，根据过去经验，草莓对即阵大出开始，果园会当一直开放到4月，欢迎大细汉拢来体验采果趣味。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